BNO Visa 都就快推行咗5年啦，好多香港人都開始準備永居申請。我留意到網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都市傳聞喎，呢個系列就係想同大家一齊去睇下一啲官方嘅資料或者專業嘅資訊，深入淺出咁樣一齊探討一下，等大家可以作出合適自己嘅選擇。如果你對呢個資訊有興趣嘅，記得 subscribe， 咁你就唔會錯過啦。我介紹一下先，我就係 Carol 生活日常嘅版主，我會同大家分享我喺英國嘅生活同埋工作點滴。如果你中意呢類內容，記得訂閱啦。呢個影片都要提一提先，係作一般嘅資訊同埋討論用途，唔構成任何法律、稅務或者其他嘅專業意見。每個人嘅情況都唔同，審批嘅要求同埋結果亦都可能有差異，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話依賴呢條片去作出任何決定啊。相信而家好多人都喺度執緊文件去申請永居，網上面都好多人分享唔同版本嘅要求。本嚟想講下個文件清單先嘅，但我見有人就話唔見咗份 P60 或者 P45 就可以去自己問 HMRC 拎返，究竟係點嘅呢？同埋無意之中，我仲留意到一個暫時未係好多人提，但係令到我覺得好驚訝嘅建議，所以想同大家分享咗先。首先簡介下咩係 P60 同埋 P45 先。咁呢份我自己有 P60 啦 ，P60 就類似香港嘅 IR56B 咁，即係咩呢？即係你香港返工嘅時候，每年公司都會俾一份報稅表俾你嘅。咁而 P45 咧就好似香港嘅 IR56F 咁樣，員工離職嘅時候咧係會收到嘅，公司都會俾個同事嘅。咁其實我一聽就知道冇可能喺 HMRC 嗰度拎到 P60 或者 P45 噶啦，因為提供 P60 同 P45 嘅責任係僱主。點解我咁清楚呢？因為我本身喺英國從事人力資源嘅工作，之前2份工都係有負責幫手計量嘅。平時我嘅工作之一就係要準備呢啲 P60 或者 P45 俾員工啦，同埋我其中一個嘅資格就已經考取咗 CIPP Level 3嘅一個資格。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翻 CIPP 嘅網站嗰度了解下係咩啦。其實都係計量啦，計下啲 NI 等等啦。咁雖然我好清楚係唔可能發生話可以喺稅局嗰度 download 嘅，咁但我哋都一齊可以睇下官方文件網站點樣寫啊。好，而家就去到 Gov.uk 睇下政府官網點樣講啦。呢個就係俾打工仔嘅一啲指南嚟㗎，就係講解通常打工仔會收到邊啲嘅喺公司收到邊啲嘅報稅表。咁我哋頭先講 P60 啦，咁呢度就都提到話僱主會喺每年嘅5月31號之前就要將呢份 P60俾員工噶啦，無論係紙本形式啦或者電子檔啦，都係要喺5月30號之前完結咗報稅年度之後，即係4月6號至5月30號之間就會俾到同事噶啦。咁如果你收唔到呢份報稅表，或者你唔見咗，你可以點樣做呢？其實你就可以上去HMRC 嗰個網站嗰度去揾翻啲資料啦，或者打電話翻去 HMRC， 即係呢度嘅稅局啦，就問翻資料。咁可能呢度就令到大家有少少誤會啦，就係以為可以喺稅局個網站度 download 嗰份表出落嚟。咁但係其實係唔得噶，因為僱主報稅嘅時候公司同你報稅嘅時候係冇 upload 呢份表嘅。公司只不過係將你嘅資料，譬如你嘅名啦、NI number 啦、你出咗幾錢糧，你要交幾錢稅呢啲資料去upload 去稅局個系統度嘅啫。但係呢份表格唔會將呢份表格 upload 上去咯。咁而我自己都有 double check 過其實喺個 Government Gateway 個 page 入邊其實係都唔會有呢份表，淨係會顯示到究竟你喺邊間公司做，你個 tax code 係乜嘢，你賺咗幾錢，同埋你扣咗幾錢稅咁樣嘅啫。咁而 P45 頭先就提過啦，就係話當你離職嘅時候，離咗職之後啦，咁出咗最後嗰份尾糧之後，公司就會俾你咁樣嘅。咁 P11D 就唔特別講啦，因為係關於啲福利嘅嘢，同埋就嚟都會取消。咁我哋睇翻如果唔見咗呢啲嘅報稅文件，咁可以點算呢？咁呢度網站就講啦，如果你唔見咗張 P45，其實你就唔可以得到一張 replacement， 唔可以得到一張替代嘅文件嘅。咁而如果你唔見咗 P60 你可以問翻你個僱主去拎翻一份 replacement 嘅。
但係實際上呢個操作，一般嚟講呢，其實啲公司唔會無啦啦揾啲嘢做去專登 delete 你嘅文件。咁當然啦，如果係好耐時間呢，其實都真係會 delete 都唔定嘅，即係譬如你超過10年咁樣。咁一般嚟講呢，其實我諗2-3年嘅記錄通常都會喺度嘅，但係即係都唔夠膽肯定啦。同埋最主要一個問題就係話，有時候公司呢係會轉呢個出糧系統噶。我以前公司都試過有一間公司係轉出糧系統。咁當佢轉系統嘅時候，當然一啲員工嘅資訊會帶去新系統度啦。咁但係關於呢啲咁嘅報稅表格，因為佢已經係印完俾晒啲員工噶啦嘛，咁佢就真係未必咁容易拎得到嘅，可能要花比較多時間，或者如果時間長啲咧，都真係未必攞到啦。同時之間咧，我留意到有啲嘅公共機構，佢係仲係用緊郵寄嘅方式去寄呢個 P45 俾啲離咗職嘅人。咁可能嗰啲我懷疑就未必真係咁容易拎到多一份，即係你唔見咗拎個份咁樣啦。咁所以變咗大家都要好好保管翻呢啲自己嘅資料咯。令我驚訝嘅一點就係我最近發現有人喺網上教人自己開個 Payee account， 俾自己申報海外嘅收入，同時間可以 download 埋張 P60。而我見嗰條片呢，其實都有幾千個 view， 同埋有啲留言呢都好認同呢個做法㗎喎。咁有啲人可能覺得，總之我冇交小島稅咪得咯，我又唔係逃稅。同時之間呢，因為可能大家都知道最近政府推出咗一個移民草案白皮書啦，有啲人就擔心，如果第二時有呢個收入要求嘅時候，咁點算呢？又冇做嘢，之前咁多年都冇做嘢，咁就會有諗不如我就咁揾呢個方法去供翻啲 NI 就得啦，咁樣覺得英國政府都係要錢啫咁樣。咁但係其實呢個做法呢係有問題㗎。嗱，首先講清楚一點，我無意批評任何人，同埋我都明白其實咧，好多人大家咁辛苦嚟到，都係好熱心提供資訊，諗住互相幫忙咁樣。咁但係要留意一點咧，有時啲資訊未必一定係準確，包括我自己有時都可能會錯噶，所以咧就盡量咧搜集一啲官方嘅資料，等大家一齊去參考同埋思考一下。而亦都講翻呢條片咧，唔係教你點樣去做呢啲方法，唔係教你走捷徑，而係避免因為有啲人佢未必咁清楚，佢覺得其他人都做到啦，咁又可能我做都冇問題咧，而冇理解到個方法究竟啱唔啱，而影響咗佢將來申請永居或者入籍嘅申請。咁我哋而家睇一睇咧，就嗰個究竟咩嘢人需要開呢個 Payee 嘅戶口咧？我哋睇翻官網嗰個講法啦，呢度截咗圖，因為 highlight 咗少少重點，有興趣可以上呢個網址度睇下。就係話咧，如果你係僱主，而你又有最少 an employee 最少1個以上嘅員工，喺呢個報稅年度符合以下嘅條件啦，就最簡單就係話你佢嘅糧多過96磅一個禮拜啦，或者佢要 cam expenses 等等咧，你就要開呢個 Payee 嘅戶口幫佢報稅啊，報 NI 咁。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你都唔一定要開 Payee 嘅，即使你係僱主都好，但係你就要 keep 翻我個 payroll record 咯。咁而我個人理解呢個96磅嘅要求咧，係每年都可以改變嘅。咁所以呢度冇寫啦，但係呢個96磅咧就正正係符合緊 lower earning limit 嘅一個數字。呢個 lower earning limit 就係判斷究竟嗰個僱主使唔使同呢個僱員供 NI 咧？如果你個收入係低過呢個數咧，其實個僱主係唔需要同你供 NI 嘅。咁如果呢個係本地喺英國打工嘅情況啦，咁有啲人可能就話我喺香港帶咗份工過嚟，咁我係仍然喺香港供緊 MPF 嘅，仍然係 under 一個 employment 即係僱傭關係嘅，咁其實都唔係透過呢度去報稅咯。其實你係應該要去翻 Government Gateway 去做個 self assessment 去報翻個稅，跟翻個兌換率去報咁樣嘅。咁其實唔係真實嘅僱主，但係開個 Payee 戶口，純粹俾自己報稅，拎張 P60 又有咩問題呢？以下我講嘅嘢都係從制度同埋風險角度出發，並唔係指向任何個別人士或者個案。以我個人嘅認知，冇真實嘅僱傭關係，冇真實嘅商業運作，純粹為咗產生一啲文書記錄，俾自己或者俾屋企人朋友都好啦。其實喺政府嘅角度嚟講，都係一個好容易被質疑嘅安排。
我哋可以睇一下 Home Office 呢個公開指控表格係俾人去舉報一啲嘅移民罪案嘅，入邊有兩個選項係一個虛假文件或者喺呢個 application 申請嘅時候講大話咧，都可以係被舉報嘅移民罪案嚟噶。咁雖然你可能覺得咁嗰張 P60 嗰張報稅表係真係用 HMRC 個 payee 去生成出嚟嘅喎，係一份真嘅文件喎。咁但係你諗下，即使嗰個文件係真實用 HMRC 嗰個系統生成出嚟嘅，但係如果背後唔係反映真實嘅僱傭關係，其實嗰個有效性都好令人懷疑噶。而 Home Office 一直都有調查有冇人喺申請簽證或者永居嘅時候有冇用虛假嘅工作記錄，一旦被發現，後果可以由申請被拒到極端嘅情況下涉及刑事責任，風險係唔可以忽視噶。如果喺英國未有工作冇報稅文件就係十分之正常嘅，但係如果你真係好想拎到一封由 HMRC 出嘅信做地址證明，而你喺英國有一啲收息戶口，而嗰個戶口唔係 ISA 免稅戶口嘅話，其實你可以打電話去 HMRC 嗰度問佢拎一封叫做 Bank and Building Society Account Summary， 簡稱 BBSA Summary。呢封信係俾納稅人嚟 check 下自己有冇暴露銀行利息收入㗎，因為喺英國利息收入都係 taxable income 嚟嘅。好啦，講完咁多，今集呢個都市傳聞，我自己就唔會信啦。唔知你點諗呢？歡迎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啊！同埋都提下大家，2月12號就係呢個 Home Office 移民草案問卷嘅截止日期。如果有需要，可以去翻我頻道睇翻呢條片，我有一個廣東話導讀，可以同大家一齊填呢個問卷嘅。咁而如果大家想知道喺 Visa extend 緊或者申請緊永居嘅時候點樣可以做 Right to Work check 呢？亦都可以參考翻呢條片嘅。好啦，今集時間嚟到差唔多啦。如果有咩問題或者意見，歡迎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如果覺得呢個資料有用呢，可以 share 俾其他人。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啊！拜拜。